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有伯牧师。今天7月4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领主圣餐，行出主爱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34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所以无论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他就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。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。这段经文的摘要谈到守圣餐的问题，保罗责备教会在聚会当中的混乱，也提醒他们纪念主设立圣餐的意义，帮助他们如何纪念主。面对哥林多教会内有关彼此的控告、结党分派、淫乱，以及不按规矩吃主的晚餐等问题，保罗写信给教会，责备哥林多的信徒在纪念主的聚会当中情形混乱，不按理来纪念主。当时哥林多教会纪念主的情形和现在教会在守圣餐有很大的分别，他们是先聚餐以后才纪念主。那根据21节，他们聚餐的情形是个人自己把食物带来，富有的信徒带的食物比较丰富，那贫穷的信徒他带的非常的简单，甚至他没有能力带。但他们却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分享，而是个人吃自己的，或是富有的跟富有的在一起，犹太人跟犹太人在一起，彼此分门别类。那当时候的爱宴呢，教会内富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理会贫穷的弟兄姐妹的缺乏，大家还没有到齐就自己大吃大喝起来。当时这些贫穷的弟兄姐妹可能要做工做到比较晚，或者是他是奴隶的身份，所以可能会晚到一点来到达爱宴的现场。而这些有钱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就已经开吃了，反正食物大部分都是他们准备的。那这样的举动不但藐视教会的合一关系，也伤害了贫穷的基督徒。在爱宴的时候，有一些人自私的先吃起东西来，甚至先喝酒喝到醉，而后到的人就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以至于他们挨饿。这种自私的行为怎么算是纪念主的行动呢？这样的自私行为让前面或后来的圣餐也变得没有意义了。许多的资料告诉我们，这样在宴席中有人喝醉，有人饥饿的情形，就连在非基督徒的吃饭聚会中都很少发生。难怪保罗他如此的愤怒。其实主设立最后晚餐的意义，它是一项纪念的仪式，在场的人都存着感恩的心，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。它也是一个见证，要向世界证明他们重视主的死。它也是大家团契的一个机会，有份于基督的救恩，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借此来省察自己的所行是否荣耀主，有没有得罪神的。但哥林多信徒没有明白主设立晚餐的意义，只利用着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透过主的圣餐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爱当中成为一体，应该要彼此相爱，彼此分享，彼此帮助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主就在我们当中，并且他要赐福给我们。我们来思想，每当我们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的时候，
你的态度是如何？你所行的是不是讨主的喜悦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您的牺牲，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。你也设立最后的晚餐，就是我们现在所举行的圣餐，使我们在主里有团契的关系，一起来纪念主的恩典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也彼此来鼓励，以爱相待，活出基督的爱与见证来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喜乐跟健康。我们下次再见。